因为在的人客上过少的关系，新竹客运宣布9月12日后要停止新竹关西的公车路线。镇公所为着要解决问题，最近向监理单位提出用假停车代替公车的计划。虽然即马已经有初步规划了，不过上紧要等到11月才发布施行。时间过要半点钟，公车站牌下骹共款完全无人在等车。问住在附近的民众，大家拢讲这公车车班真少，定定1点钟才会来一班。等很久哦，1个多小时要哦。1个多小时都要，那会不会常常等不到啊？也有可能啊。像我现在我也有人老人券啊，我平常出去的时间，连班次几点到几点我们都不知道啊。新竹客运因为载客量少的关系，宣布9月中要停止关西这条路线。镇公所为要解决无公共运输的问题，决定提出用计程车来代替公车的计划，主要提供民众到市区来买物件、看医生为主。现在因为各个学校都有交通车的设置，那很多新竹客运原来有盈利的路线，那现在陆续都已经不付成本。希望我们的新竹小黄这个动作能够取代我们新竹客运的营运，那让我们的老百姓在交通方面不会有更大的疑虑。提案是以计程车来营运，已经提送我们公路总局来审查。那我们也期待关西镇公所能够顺利通过审查，以幸福小黄来服务我们关西的乡亲。镇公所指出，若是以每公里成本42块来计算，这个计划总经费差不多需要560多万，中央补助470万，希望争取今年11月开始通车，来协助解决关西无公车通坐的问题。迄若9月12到11月份，中央的空窗期目前暂时也无办法解决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